要表示负责及避免民众的疑虑，我们这次所谓的主动扩大的不限批号跟规格，在这些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全部都回收。这是为了我们信辉有288张的执照，有755个一个药品的一个规格。那我们经过全面性的一个清查，那今天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为了对公司回收的有关疑虑的品项，以及用最严谨的态度来做一个全面的清查，要争取各界对我们信辉的一个信任。那对于各界及媒体所引起的这个担心及疑虑，那我们信辉我仅代表我们这些团体干部啊，来跟社会大众做一个道歉致歉意。各位请起。那对不起，我们向大众及社会引起最近的一些纷纷扰扰，跟社会大众做一个致歉。信辉的药品都依据使用有 GMP 的原料及合格的赋形剂，绝对不会有偷工减料。这边做第一次的澄清。信辉有在宜兰厂有9位博士，有将近70位的硕士，人才及设备都是一流的。那加上工厂已经完成 SAP， 然后还有 WES、MES， 那还有我们 ASPOA 这些所有的电脑化的一个数据，那都是所谓的数据的完整性都是非常合格的。那理应不应该发生如此的一个问题。那这是问题纯粹属于我们宜兰厂工厂的一个疏失，也是属于我们的主管个人的一个疏失。这个事件，那让信辉痛定思痛来检讨这件事情。为了清查所有的药品及以更严谨的态度，并执行定期的产品品质的监控，同时我们进行组织的一个改造，内部增设品质委员会，那强化这个品质的一个监控，加强人员的训练。那也请外部的品质协会及机构定期对我们信辉的品质来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稽核，食药署到我们信辉来做稽核，所以电脑一打开就清楚，信辉是没有在确定的时间没有及时做好这样的处理，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回收动作，也是要跟所有社会大众做一个说明跟道歉的地方。但我们经过这边全面清查之后，好，我们现在就提出这3个我们有疑虑的。我们现在是对这个品质的要求，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我们对这些所有的有疑虑的东西，我们这3件也是属于自主回收。自主回收也就是我们觉得自回收是一个 PEACE GMP 的一个精神，也是我在强调的，是厂商对这个产品的负责的一个态度。说明一下这3个都是处方药那可以如果它是因为都处方都是医师才能开立的，有这样的疑虑都可以到所有的医疗院所去请问。但是我要说明，这主动这都还没有，我要再次说明，不是已经过了所谓的那个安定性的一个效期，这些都是我们是提早回收，主动回收这一点我再做一次澄清。